啊，讲这2天全台湾的卖场，民众抢买上多就是卫生纸。婚林做卫生纸大工厂的头家讲，可能是因为民众惊讲的心态，才会造成生产线一时之间对袂到民众抢买速度。但是目前国际纸浆的价销，甲2年前比起来价钱稳定，原物料嘛无亏欠，民众实在无必要遐尔惊讲。一箱一箱卫生纸搬上车，数量清点无问题，就赶紧出货。抽取的全公司本来应该有100多，现在就剩10几箱了。卖场架仔顶悬的卫生纸全部扫了，靠往来的人一包都买袂到。因为疫情愈来愈严重，台湾已经超过100个人确诊，民众紧张开始扫货。来看婚林的卫生纸大工厂，8条闪线全开，2人各一台，原纸分条裁剪。再个送入去机械兑货，兑货了再个裁切，平均1分钟会当生产70包卫生纸。这间大工厂是对印尼进口原纸加工，最近无闲到连礼拜都来加班。因为疫情产生着消费者的恐慌，啊，若是这个原纸的货源是足充足的，袂有欠纸这个问题。全台湾本土纸浆生产的厂商占国内3社，其他7社拢爱进口。这几档国际纸浆的走势，2018年每吨995美金，2019年起到1010美金，了后开始回稳。今年正月每吨680美金。原物料数量正常，价销嘛无起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，所以民众抢买卫生纸。中央嘛一直呼吁，物资真正充足，大家唔通阁惊吓。